欢迎来关心鸡卵的消息。全台湾即马拢欠鸡卵，台中有这个鸡卵行业者话讲，限定一个人敢若会使买10粒，透早有真侪乡亲赶紧现场去买卵。嘛有这个业者表示讲，若卖完整的卵，有一寡卵壳有必须有壳着有破去的，计销卡俗差不多是1斤42块。另外，这个卖场连锁卖场像家乐福、全联、大润发等等，嘛有限量，讲一个人敢若会使买2盒。啊，即马嘉义中部有一间生态农场，以循环农业的方式饲鸡生卵，原来将近500只的鸡，一天共使生差不多400粒的卵，是用会员制度方式伫经营的，这北部人上介意。会知民众来到卵行买卵，不过哪内底空，内底一粒卵都无。会知8点外鸡卵卖了，互真侪民众被走一抓。还没啊，来拢空。他们这里都有货啊，第一次没有。水网水的鸡卵无啊，不过业者佫有较歹看的卵，互民众加减买一个。就像这种，只是小货啊。哦，但是还可以吃啊。对啊，较歹看的卵计数较俗，1斤42，另外1斤业者嘛规定人客敢来当买几粒卵。这个人可有实力。一个人敢来当买10粒，1斤58，会知就小说有民众走来买。一盒大概多少？差80块尔啦，即摆变140啊！你要惊死人啊！那两行业者限制人客买偌济，3间连锁卖场、家乐福、全联含大润发，嘛限制一个人敢来当买2盒，鸡卵才放伫咧架顶，都随口民众买去。我刚好来，他是在展示，我就赶快抢了2盒啊，它限购啊，因为它其实也没有蛋啊。另外，伫咧嘉义中部一间生态教学农场，用循环农业的方式饲鸡仔生卵，鸡条超500只鸡，大概会当生超400粒卵，用会员制度的方式伫咧经营。我们大概会员大概将近600个，没有切单这个因素嘛，对，所以说我们会员大概我们还是固定哈，每个月给他们这样单。固定生卵，生态农场未受到欠卵影响，北部的人客上介意，敢若台北企业员工做一店的数量都减超7/3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